我是看。好，对不对？再喊天海呀，海呀。好喂，这个当然是一定的。那你唱我们跟这个前面。好，那。好，mahanay purado na mo sa kako. Saya katanga sa tinan ko na. Tangso sa itaparong. Hai. In hoyan o hayan o hayan in hoyan o hayan o hayan Hai, teka sa to. Tabalong hananayo niyaro Ujinananay topi kuwa-kuwan Oro ato tsukingan Umaibor ato na ere ato rikan 这些都是地名。 Ucira kesai, cirila tengah Uci kusyar'an atau caktaan Cidohan atau fahom Anolong atau pelukan Usado atau mucidawasan Ukalutungan kusari kulay Anganan nukuan niyarong nutafalong Toro rao numita Kuwawa sa katsai kapawan Tungangan no niyarong Toro rao numita Kuwawa sa katsai kapawan Tungangan no niyarong Sanay. Hai. 然后呢？那我们要把前面的学起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前面。我们之前都只有从那个。你要录啊，有吗？有。好。一姐在录。好。然后呢，因为这首歌呢，也是我最早听到的是刚刚我白你还在把好在呢。我最早听到的是刚刚讲的，就是刚刚你们在阿瓦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就是那群伊娜们最早是从他们那边开始唱的《太巴朗之歌》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也是在部落常常有这样子的团聚，所以呢，他们就创作了这首。然后呢，他就把我们整个太巴朗的那个传统地名呢，透过歌谣的方式呢，让我们这一辈或者是小孩子呢，不会忘记这些传统的地名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唱的那些呢，都是在太巴朗的那个什么传统领域的那个范围内。当然有些像马滩说法后啦，或者是阿罗弄那边，应该是我们这里跟打巴弄是有一点在传统领域来讲是重叠的，对，只是说因为当然在这个重叠里面是大家之后形成部落议会的时候，大家去做讨论要怎么去共管这样子的一些议题，只是在当时呢，我们就有这些那个传统地名这样子，还有传统领域。好，我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学歌的时候，刚刚木里有讲到好几个类别嘛，然后我就发现，像太巴朗地名歌，它是从长辈到小孩都会唱。那因为我们有以迪性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娃娃兵，然后娃娃兵娃娃兵是比1、2年级还要小的小孩，就是幼儿园的小孩，他们也会唱。然后那时候我到太巴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歌其实蛮复杂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地名，然后这些地名它又不是那么的，不像童谣那么的重复性，它都是不一样的地名。然后我之后才发现，之后才认识到，因为除了太巴朗地名歌之外，然后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就是《戴尼古房地》，也是很多的一站又过一站的火车的歌，然后火车要做什么事情，它有点像是讲这个故事，但是它用歌谣的方式慢慢的推进。然后我们还有学到一个日本的
日本时期的那个火车站的站民歌，对，这一首歌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唱，但是我们唱的版本是，我们唱的版本是从花莲，从花莲到玉里 ，Bosco， 但它里面好像不讲 Bosco， 可是那个林阿站那边也有同样曲调的，但是是在讲193县道的吧？对，193县道的部落了。部落的歌，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在想说，很好奇，因为嘎达夫加进来，就很好奇说，怎么会有这些排列组合，很像收集。然后之后是有问到有阿公他们说，就是坐火车的时候怕会忘记这些站，对，会过站，那是以前时候的，你不能日治时期车站。然后都是日文，然后又是都这么多站，因为有机会出去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要不然以前的生活圈是在部落里面嘛，所以你只要知道你部落里面邻近的其他的地方就可以了。可是当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就要去记忆这些车站，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些很多的地名的记忆啊，或者是客栈的记忆，对。然后对于我们这样子刚刚学习歌谣的同学来说，这种歌就是等于说你整组的学到，你就会认识到这边的地名相关的，因为它的地名是有故事的，对，每一个地名都有